因为丰台桃园机场取消241个航班，是今年以来上济。有航班要是伫风雨当中，甲旅客再度转来台湾，过程看起来是真无稳定，真危险。 10月31日晚嘛，当日透风落雨，一只飞轮机向桃园机场的方向豆豆要降落，不过因为受到透风的影响，飞轮机差不多是起安尼降落，海来海去看落哪像要降落啊！不过飞轮机向讲有悬重新起飞。这个看落真假的画面，是仙雾航空一只为日本 Okinawa 要飞转来台湾的 JX871班机，在透风的影响之下，差一点嘛就无法度成功降落。 是很可怕，就差点就是整个就不行啊！第一次还蛮惊险，第二次就还 OK。对，没有看机上的其他的小朋友有人吐，然后有人在哭这样。回台湾真好，心里就是默默念说希望可以顺利。先去讲，迄当阵风有影是真透，飞轮机一直海来海去，佮有听到囡仔咧哭的声。暗时6点03分，安全降落伫桃园机场了后，先雾嘛随做初步检查。 第一次那个轮子，感觉好像降落这样咚一声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很开心，大家都在拍手。对，但因为它又飞上去了，要绕10几分钟。第二次下来，大家一开始就都不太敢动。确定真的已经降落之后，大家又很开心，因为真的绕蛮久的。对啊，比预计时间这样又多了1个多小时。民航局表示，有关仙雾航空 JX871的航班，那像因为风台天气无稳定，伫降落的时阵，飞轮机吸到涂骹的力头超过一定的程度，也就是造成降落地。 民航局已经要求飞轮机停飞，做相关的检查，嘛通知派任务予这个驾驶员，续来会按程序来调查。受到空侪风台的影响，桃园机场31取消241个飞轮机的机抓，是今年过一天取消上侪航班的记录，主要取消东北亚、东南亚，还有中国甲港澳的航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